台南的大病院无病床，就医员讲有化疗病友等无病床，甚至传出患者等上过久，等甲过身。这期敢是这护理的能力不够，造成关病床的情形。卫生局表示讲，这病床数量拢随时调整，也启动开闸，掌握病床数量，呼吁民众就要落实分级医疗。 急诊室外口，侪人咧等病床，像安尼情形，伫台南大间大病院加减拢有。今日台南侪市议员接到民众定情，讲有人化疗等3礼拜，还等无病床，有人病情恶化送去急诊，无法度随处理，甚至有人等上久过身。议员质疑，敢是护理人员无够才关床，新台病院回应是配合病房征收才暂时关床，但基比病院目前无关床。因来甲咱定情啊，就讲毋是安尼。 因根本就是无护士，咱尾仔去了解，哇，是全国的护士真正是无够。若讲无关病床嘛，病院的量拢无够。那本院也会坚守医学中心的社会责任，及重症服务量能不打折。轻症以及常规的检查，我们也与合作医院建立了分流机制。包括从 SARS 啊、02、06的大地震啊，其实我们在人力的调度上跟床位的调度上都没有很大的困难。 根据卫生局初统计，各大病院急诊一般病床，其中新台基比病院的使用率拢超过90%。卫生局强调，到今也无接到病院申请病床异动，疫情是流感严重，加上各科病床用途无同，才致使出现等无病床。但医护人员不够，嘛确实是关床的因素。根据台南护专调查，学生毕业3年来有90%投入医护界。不过校长认为，职业环境爱更加优先。卫生局为积极掌握辖内医疗资源使用情形，已主动至病床占床率偏低的医院查访，了解病床运用情形。市民亦可透过各大医院官网查询。不管是在薪资、在人员的培育，在各项的福利里面，可以让在职场工作的人，未来我们的学生在这边。 能够获得更好的福利。卫生局讲有要求各病院若有关床，爱伫30天内申报。卫生局嘛呼吁乡亲若患病会当先去诊所，若有必要，则可由电子转诊平台转去大病院，通减少等待时间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